来继续来看新竹市一间私立的托婴中心，有一个4个月大小女婴，疑似因为托婴人员的疏忽，拍咧困泉无开，状况真无乐观。社会处接到报案，马上启动调查，来听市府的说明。 此外，社会处亦于3月13日派员进行稽查，并详细检查监视器画面，持续厘清事发当日照护人力配置以及幼儿出席情形。市府也将秉持严谨的态度，持续厘清事件的真相，并期待幼儿早日康复，顺利度过难关。 代志发生伫3月11日，小女婴由救护人员送到病院抢救，妈妈破文来指控，讲查囝拍伫地珠啊将近40分钟，拢无人插，伊痛心阁艰苦。目前这个小女婴伫家护病房观察。 社会处甲小女婴的家长做伙到托婴中心调监视器，查看代志发生的经过，要求托婴中心保存影像，而且提供家长法律辅助甲心理的咨询。这案件嘛报予新竹地检署交检察官指挥侦办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